I want to play a game。大家好，我是花子，你的网络歹厝边。我特别拣3位台湾 VTuber， 甲因放票来这个房间，因来回答我准备的台语问题。若是分数无够悬，就永远免想要离开这间房间。靠腰。嘿，就是安尼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子，恁的歹厝边。我今日甲3位 VTuber 放票来遮耶。喂，为什么感觉绑匪比我们还紧张？那你为什么听起来这么害怕？因为我第一次绑架 VTuber， 肯定会害怕，很害怕啊！这是不要紧人之常情。张。对，你之前等一下传票就寄过去了，像你第一次收到传票就上手。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本来还有人在那个推文下面问说什么太好了，包吃包住，我还想说我要把那个水费账单寄给你们，结果是我要收传票吗？我想说传票好像还比较慢一点，你好像还比较温柔传票还是事后给的呢。好，那总之呢，那个3位第一次被绑架吗？对。那太好了，那个也不一定啊，我的人生、我的梦想跟我的未来都已经被绑架了。完蛋了，已经这样子吗？好像有道理耶，怎么办？他赢了，怎么办？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好难说。谢谢你把我从工作的束缚中绑架走，太好了。从一个肥窝到了另一个肥窝啊！不可能绑架了，不可能就赖在这里不走吧？天哪，好像有点道理耶，他好强，这里不错啊，采光好，没工作，包吃包住包上厕所。没有厕所。你签了多久？你签了多久？这边就待多久？不错呢。完了，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吗？这种地方是这样运作的吗？肯定的吧，可以吧？不可以啦。那谢谢。是的，那总之呢，因为今天那个让收姐姐，我明天想吃挂包。不是，不要给我点餐，不要给我点餐。加香菜，我喜欢肥肉多一点的花生粉。好，花生粉。我要半肥半瘦的。好，给花生粉多一点。谢谢。凤梨，你的肥瘦是要？我想想看哦，肥一点好了。肥一点是吗？好，我是问好玩的哦，没有要加酸菜。要加酸菜吗？好，不是，那大家都有加香菜吗？加爆。太好了，大家都吃。好一致哦，我都没有想到被绑架还可以来那个获得同温层交朋友，有这种事情哦。对啊，对，大家加香菜。对啊，好棒哦。哇，天哪！没有人不加。仿佛浮现了一个双关谐音，叫做加香菜一定要加香菜。好，对不起。加香菜一定要加香那个加香。好烂哦！加香的听懂，但冷到不知道说什么。加香菜跟加香菜哦。你接下来还是讲台语就好，你不要讲你讲华语就讲这种烂梗，你还是讲台语好了。还是有台语烂梗可以讲。对啊，我还是有台语烂梗可以讲。台语他就不能讲加香菜，就是要加香菜这种烂梗的，你知道吗？香菜台语不一样。你说的有道理耶，就是要来什么加蛋跟加蛋的时候的吗？你说加蛋要5块这样子，那我可以加蛋要加蛋，靠蛋！真的有人说第一次看到这么爽的受害者，真的有完全没有绑匪的威严呢，怎么这样啊？重点是绑匪一开始还颤抖的开局，他很害怕他的声音在发抖啊！为什么？第一次绑架会害怕是正常的吧？讲的好像我常绑别人算了，对嘛？刚刚有人说那个讲台语就不会有烂梗，我看你们是很懂台语嘛，所以那个我今天把大家绑来呢，就是对要来考考大家的台语，太好了。不是忘记请大家自我介绍了，等一下。我们这个残酷的游戏是那个，就是现在是现场直播给那个网络上的观众们看，让大家看那个3位主播受苦受难。那在开始真正受苦受难之前，我们还是照顺序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了。那我们有请
刚好站在最左边的砂糖风梨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吗？嗨，大家好，我是个人是 VTuber 黑手党千金砂糖风梨，我就大尾，我很乖出来，然后就被绑了，对，所以这个台语一定是没问题的，对，哦，大不了就是几个环大会跟几趟 Q 就解决，请大家多好多指教。经典。请问你平常就是会用这个经典台词吗？有时候会吗？因为怕大家听不懂就不常用了。现在还有人知道几个 key 有个几个 几个环大会跟泰语，对啊，这有人还知道这个梗吗？这有很老妈应该不知道那是什么？台湾龙卷风啊，还是新闻龙卷风，还是什么东西？台湾阿成霹雳火，是的，对嘛？大家都知道嘛？那太好了，太好了。好，我差点要被显老了，太好了。那我们再请刚好站在中间的菜鸡介绍一下自己吧。各位雄亲喜多，大家安安，我是菜鸡，我是一只大嘴鸟。那既然要提个人事，我也要是个人事。看一下，然后我是大嘴鸟，不是鹦鹉，不是猫头鹰，不是啄木鸟，不是企鹅。希望大家可以正式认识我的种类，感谢大家。企鹅吗？你会被当成企鹅吗？有啦，也有人呢。哦，好的。那我们再请刚好站在右边的教练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云极限工作室的教练，大家晚安。哦，非常的简短呢。深藏不露。我都被绑票来这里了，你还要我多说话？那你要多加钱啊！绑票要热情。对，这样真的要请挂包了，救命！老板，我早餐要喝大冰奶。没有要开那么久哦，没有要开到早上。要有特大冰奶。我宵夜要吃大饼，我要吃cheese大饼。我要鲔鱼蛋饼。我刚刚听成粉浆那种。普通的。听成大饼，我想说宵夜哪来的大饼，这有点难。东北大饼。哦，我以为是传统那种里面包肉的。哇，好负担的一顿宵夜，就加冬瓜糖那种大饼啊，对，大饼啊，超负担没有错，加冬瓜糖，肥肉，超负担。这宵夜好香甜哦，太多了。对，那种半夜就是那个需要燃烧你的血糖，是这样子吗？的时候，对，好，吃完直接去睡。对，糖晕的那个，对，是的，什么淀粉绑架还是什么？有个词忘记叫什么，晕碳就过去了。对。就吃了这一颗，我就要跟世界道别了。就绑架犯就说：“哈哈，我接下来要让你沉睡。”然后就拿出大饼。我感觉菜鸡蛮适合当绑架犯的，那下次换你办好了。你好熟哦，还可以拿饭团，就说接下来要让你们不省人事，那就不要拿饭团。谢谢。好的，什么叫拖久一点可以吃越多？不对，不是这样。对，好的，那我还是不要跟人治疗太开心好了。那总之呢，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准备了一些关于台语的题目，就是一些台语汉字。那我会来考大家。等等，我直接把题目拿出来好了。好绕口的绑匪。好，这边是示范题。这个示范题呢，非常的简单，我想大家应该会一点台语的话，应该都能很容易的知道这2个字怎么用台语念，对不对呀？哇，完全不知道哎！感谢人质的配合演出，太好了。好，我今天是个没有温言的绑匪，但算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呢，会让3位那个人质嘛，对，让3位人质等一下可以按铃抢答。那我已经把这个铃铛都交到你们手上了，所以那个我们在这个示范题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来试着按看。哦，好，是这样哦，没错，好快，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怎么没有声音？他没有声音吗？他没有，他很静态，还没有，可能是我们没开声音。对，我们可能没听到。
就只有观众听得到的声音。对对对，你说抢答的时间点吗？对，就是我讲话讲一讲就可以抢答了，然后按下去就会噔一声。哦，好，那既然我们是由风梨抢答成功，那就让风梨念念看这2个字怎么用台语念吧。这个哈，这个有边没边，没边读周间。这个第一个鼓应该是 go， 然后第二个追go 追 go 追，知道吗？ nice。哦，没错，就是勾追，对，耶！好，就是这样。没灵魂，耶！好，太棒了！明天的挂包多加3根香菜。好棒哦！我要香菜单位是根吗？下面的字全错。对，我发现了，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家好，我是角莲。我在你，这是新满街的。我是砂糖风铃们。好，我帮你们换回来了。对，今天这个绑匪第一次绑架，果然是很紧张呢。谢谢汤婆婆把我的名字还给我，太感谢了。我是汤婆婆吗？从今天开始，我是汤婆婆吗？从今天起没有自己的名字。角莲少一个草字头。你确实是把大家绑走了，没有错。我把大家的名字绑走了。好，那总之呢，刚刚的情境呢，除了这个名字大错特错之外，就是因为刚刚是由砂糖风梨答对，所以照理来说呢，他就会得到1分。哎，耶！好，那你们等一下那个得分最低的会被我关在房间里面。对，就是这样。我本来觉得这应该有公餐吗？对啊，我本来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惩罚，我发现好像不是如果你要把我关在房间里，那我接下来这1个礼拜的工作就麻烦你，就是等一下就是关台之后那个回讯息的部分就再麻烦一些。哇，那听起来很痛苦哎。不可以，不可以。我通常绑匪不是因为不想要工作才想要绑架，怎么变获得更多的工作？后天的那个会就麻烦你帮我去开一下。天啊，压力好大哦！哇，帮忙开会。谁给我阿慧房东？谁家的房东会包吃包住？才不是房东。好，房东不要这样。不对。好，那他好无助哦。可是这样你有没有比较不那么紧张一点？我们是在希望你可以放松。怎么会有被绑架的人来帮绑匪放松的问题？你要想，一个是黑帮，一个是鸟，一个是这个电子的，3个都不是人。你把今天绑的本来就不是寻常人了，火蛇。我觉得能当 VTuber 的都不是寻常人啦。好像也是齁，还好我也不是人，太好了。好的。对耶，我没有自我介绍，我需要自我介绍吗？因为今天可能有那个人质的家属，不是家属啦，人质的观众来。哇，不知道哎，天哪，是谁把我绑来这里的？哇，你是谁啊？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天哪，军棒读本当上手，天哪，好厉害哦！好黑哦！但是有人按电铃吗？我都不知道房间里有电铃。我是谁？天这么黑，旁边这2个是谁？风这么大，而且我们为什么好像讲的彼此认识一样，好可怕！对啊，刚刚怎么回事？有一个跑马灯。是跑马灯是上面那排留言是吗？好，对，好，对，我是陈火蛇，我是一个宝箱怪，然后就是对我把他们绑来了。好，我也是介绍的蛮随便的，那我们可以来开始进行今天的活动了，太好了，耶！哇，真是太棒了！我实在太期待今天的绑票活动了。怎么会有期待绑票啊？那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题目呢？不要每个都在那边还是要不要啦！天哪，你要做什么那种吗？要哪一种啊？那他可能会被警察抓走。绑匪，你今天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我们要什么风格？对，你想要哪种风格的肉票？还可以哦，好，太好了。好像不错哎，玉石俱焚啊，来啊，还可以办，会怕谁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本色出演就好了。如果本色是棒读，那我也没办法。
耶，太好了！那今天是棒读大赛，棒读大赛，我们今天那个来宾的共通点，棒就是很棒，耶、很棒。好像有出其不意的翻到下一题了，来，请抢答。哎呦，怎么那么快？哦，我终于看懂了，原来是这是什么 CAREN 哦。哦，原来是现在最 hit 的汉字拼，你是要骂我了吗？汉字拼音文，哇！ CEO 我还在好 CAREN 就按下来了。CAREN，就是我们的 Karen。Yeah, hello everyone. I'm Karen. I'm so happy to be here right now. We're so happy to be kidnapped。好， OK，我们可以有请 Karen 老师跟大家说说这2个字用台语怎么念吗我好喜？欢你用这种，我好喜欢你用这种语气讲话哦。好，谢谢。英文系的吗？来，我满足肉票的要求。对于这2个字，我的评价就是啊，你是虾米啊？关系飞机贴网络拍出笔，没错，这2个字就是虾米。哇哦，是虾米哦。对呀，哇，我是第2秒才发现，但是他已经按的好快，虾米。原来不是写米字写哦，它是米娅的米哦。哎，没错，就是米娅的米。哦，没错没错，下面米件那个米。嗯，是的，太好了。 Good job。那哦，我本来想要请 Karen 用那个虾米造一个句子，但我发现你好像已经造一个句子了，太好了。啊，哦，好，没关系，就是因为是一开，对，有人讲到我想到了，讲虾米我亲亲。啊，对不起，我要被显老了，不要这样。来，你唱完。好，嘿，嘿，虾米。天哪，你是被绑来强迫参加 K 歌大会的，怎么这样？天哪，好，那我们不用担心陈火蛇，不用担心，他们不会这么轻松过关的。那个好，那我们发抖哦，我发抖。对我发是我吗？我发抖吗？好，那被听出来吗？好吧，那我们出其不意，下一题来。太快了吧？怎么又是你啊 ，Karen？ 好恐怖哦！靠腰，你可以造句吗？你写靠腰。一些靠腰。心理考，没错，那个，对我们 Karen 又得到1分，是的。太快没了，办法，这个本命区啊，本命区这种东西肯定要会的。所以它不是腰哦。你说腰是？所以它是八豆腰的腰吗？可以这样写的吗？对，八豆腰的腰就是这个腰。为什么是木头啊？八豆腰不是肚子，不是跟肉有关吗？它为什么是一个木跟一个号？其实我知道，在我唐突说教，毕竟我是绑匪，我想干嘛都可以。我突然找回那个绑匪的自信，太好了，就是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这些字啊，教育部在选字的时候，其实有请一些老师去读一些就是以前的留下来的文献，去找出来，觉得它最有可能是哪一个字是最合理的。那但我没看，他有公布，但我没看。但是我知道那个有一个大家可能听过的成语叫做消父从公，大家有听过吗？消父有，真假的？消父从公，消父从公的消就是这个消，这个字中文是念消。消父从公的意思就是饿着肚子去做公事，不是那个，好不是那个公事，对，没错，所以好像有饿的意思。对我自己都这样记。哭饿。对，就是在哭饿。哦，真的耶，有哎，太好了。哦，大家以为是在学台语的，顺便学了一个成语耶。哦，学习到新知识了呢，真是令人开心。真的，啊，今天好像长脑子了。谢谢绑匪。谢谢，我原来是把大家绑好像确实是绑来让大家寓教于乐。好，那既然 Karen 顺利取得了这1分，我想要顺便考考 Karen，你知道靠腰为什么叫靠腰吗？
就是摇把底下在烤啊，对，就是有些人就是小朋友可能饿肚霸子的时候，王腰等下在烤啊，我们在烤它小啊。对，差不多是这样，没错。好像有点强哎。对，但我觉得靠腰好像没有像靠背之类的那么凶，因为他就是在讲那种可能小朋友肚子饿就在那边一直吵的那个状态。真的哦。哦，就我对所知是我来说，我觉得靠腰比靠背凶哎，真的吗？你觉得？对，就你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啦，就是靠腰好像又多了一个，就是你在无理取闹的那个感觉。啊，对我个人而言，靠背就不过是老辈死掉而已，这样子。他就哭的还蛮有道理的，你知道啊吗？ ，OK，就乃父已死，你确实该哭一下。好的，啊我好像有被说服。好，太好了。好，我也学到了，这就是教学香肠。香肠好耶要配大哎，蒜。对，你们香肠怎么念？ N 强强有钱吗我是 N 钱，我是 N 钱。 ，N 强？N 强，N 强，N 强派。那大家会想到了吗还？有那个啦灌强啊，灌强吧。有时哦，候也你们是讲灌强哦。或 N 强或 N 钱三个都有听过。哦，对我这肥皂呢？肥皂来啊，肥皂。sabun deco 都有听过。 deco 萨本 deco 派 deco。deco 有，我没在用肥皂，所以我不知道。对，所以每次看到那个就是一个作曲家叫 Deco 27的时候，我的眼睛都眨一下。我都是想到短裤的那个 deco。哦，是的，对，对，偷偷在私底下叫他短裤老师。香肠老师。好，那我们还有要调查的口音吗？天，还没想到。啊，那我有想到就是你们电锅都怎么讲啊？傣公啊，哦，你们说傣东啊吗？大同啊，海童啊，傣东啊，品牌决定吗？品牌决定它的念法。海童啊，傣东啊不是哥，青椒吗？我傣童啊，也白啊，他是说大同。大同电锅啊，大同。大同。哦，哦，真的会叫傣东啊，哦，好。所以你也当用傣东啊来吹傣东啊，傣东啊是吃的，傣东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青椒啊，青椒也是傣东啊。是吗？青椒哦，我不喜欢吃青椒，所以我 don't fucking care about the name。对啊， OK，难吃青椒有名字哦。有啦，青椒有名字。难吃，青不应该出现在桌上的东西。好，太好了，臭哎，挂包可以包青椒了，耶，终于有折磨的感觉了吗？可以，超级可怕。好，船票准备要寄过去了。那我们趁乱赶快转移话题。哦，安妮，来吧，答对了，耶！这样，耶，耶！干妈呢？干妈对，就是那个安妮，干安妮。没错。哇，那安妮噻。哦，这首歌，大家有听过？树枝姑牛500的那个。哇，那安妮噻。我怎么这样活？不是啊。安内森其实跟安内就意思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我怎么这样啊的意思。哦，是的，所以如果安内，我那时候讲给火蛇听呢，就是那个树枝姑鸟，它最后面有一个那个哇奈安内森，它其实是英文谐音，就是那个 one night understand。对，这我本来不知道。One night understand。救命哦！对哟，是真的哟。对，这个我本来完全不知道。Understand。又学到一个冷知识了，果然被绑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学。大家之后如果觉得知识匮乏的时候，可以试着被绑架看看哦。
我觉得怪怪的，老实说不。是好像要限定谁？哦，限定我吗？被这真是我的荣幸。好，嗯，下次我要怪怪的还有挂包可以吃，那也怪怪的呢，没有挂包。好，不能吃青椒，不可以。下次来可以点佛跳墙吗？加青椒的佛跳墙可以吗？谁家佛跳墙会加青椒啊？你是芋头可以的派吗？谁要炒这个是不是？没有，因为佛跳墙有的会放芋头啊。对啊，所以我不要放栗子吃佛跳墙啊。对啊，哦，你不吃芋头是不是？对，这怎么了吗？你要干嘛？哦，那藕姨呢？哦伊哦，你若无爱我，我就哦伊哦。好，没事。那个，哎，真的有这首歌，真的有这首歌，我觉得超有趣的。好像有这个藕姨，可是我忘记那叫什么了。哦伊好像还可以耶，藕姨它没有那个芋头的颗粒感跟那个，对，对，讨厌吃芋头，都是讨厌它的颗粒感，是不是？就是那个一丝一丝跟那个一颗一颗的感觉。对啊，我觉得那个好像有那个味道吧，都有，它全部加在一起才会成为一个糟糕的食物。全部加在一起所以打成泥我就 OK 咯。啊。啊，讨厌吃芋头的真的都很特别，有些人不喜欢吃藕泥，有些人超喜欢吃藕泥，有些人不喜欢吃芋泥，有些人喜欢吃芋泥，有很多分支呢。可是下次要来什么芋头生死斗，要这样吗？嗯，好，那非常突然的来到了下一题。哎呀，哇龟缸呢？ ，Karen 有备而来耶。嗯，是的，这就是变得超快，等等，我上次跟别人提到这个迷音的时候，有人说这是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就是你们有听过那个断头水母吗？哦，兄弟啊，我甲你应该是无完无休啦。龟缸的呀，龟缸呢？太好了，大家都知道，耶、水母掉头就走，掉头就走，嗯，对，掉头就走。好，那个，那我们的 Karen 可以跟我们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说明看看“龟缸”是什么意思吗？规工就是整天，譬如讲啊，等会子兄弟，你规工毋知影咧创啥，伫遐咧绑票查某囡仔来到恁兜。哇，台语好好哦，真的，台语好好龟缸哦。呢，我真现在的，感觉我接近炎上危机了。我其实没有特别选性别，所以对我没有故意绑票，查某囡仔来阮兜，这甚至都不是阮兜。好，我只是对好，哇，你甚至还不是在你家，不是，甚至侵入他人住宅。哇，你四舍五入就是一个人带3个人去开房间。那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人，太好了。好姐，你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哎，对耶，哇不是啦，你不是人啊，感觉好像在哇，台语的一些戏剧里面蛮常听到这样骂人的耶。你不是人，不是人，金啊，我有一个问题诶，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答案，所以骂人家你不是人跟骂人家你不输贵，到底哪个比较严重？我感觉，啊，我没听过后面那个。我感觉不输说贵会有啊，比较强调在就是跟性有关的那种色色的那一类比较会讲不输贵，啊但是你不是人坏就是不用跟这个有关系，你就是很坏。哦，哦哦，所以不是人比较广泛，就对了。我的感觉。哦，哦，整本刑法跟强制性交的差异，OK，懂了。好像这样说好像没错。哎，可是我感觉不输贵有时候在打情骂俏也可以用，哎，猥亵那种，不用到猥亵啦，可以是调情啊，那就是互相同意那种。猥亵啊，你好讨厌哦，讨厌啊那种哦，对呀，我觉得这种时候可以用不输贵啊。可以啊啦，不输贵那种，我感觉可以这样用。大家如果有要开那个台语的 ASMR 还是干嘛的，可以拿去用哦。哎，等一下，台语 ASN 啊，没有想过的领域。啊，你这个不输贵安尼哦，哦，很强哎，这样哦，今天被观众赚到哎，不对耶，哇，天哪！原来有这一个领域，啊，开大门。我觉得蔡基但不输，贵，所以确实跟那个肖迪哥比起来，不输贵感觉是比较可爱一点的东西。我也觉得不输贵比较可爱。
一件小的歌。好吧，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语气影响好。烦的，我觉得上面这一段都可以在8点档里面看到，我的妈呀！这个八点对话档好烦有那么 doki 我吗？们3个不能在一有起吗？哦，有哦，你不要瞧不起8点档，8点档好赞的，我好喜欢。确实啦，我就是那三个人真正无得做伙吗？你是甲查甫的，下面我画都，我确有你，确实有在8点档刻过百合，但是好没有错，对，好，那好。不过说到 ASMR， 我觉得蔡吉上次的 ASMR 也是蛮适合做台语版的，要开始做台语，太好太。刺激了。嗯，那我们准备前往下一题。哦，天哪，我觉得我今天的题目太简单了。拍摄金，哦拍摄，拍摄，拍摄，是一首歌吗？好像不知道忘记从谁听到，就听过拍摄 Sorry 拍摄金 Sorry 拍摄那种吗？哦，拍摄，你耶，拍谁拍谁 Sorry 的台语翻唱版本。有人出哦你真假的？八九，好啊，迄个，波比，哈，有人出哦，真的假的？没有啦，出啊，现在出，我啊好自己唱，你们现在可以出了，好，蔡基出。拍摄，我刚刚有看到博胜在聊天室，对，他有博士啦，改一下，不是啦，兄弟啊，兄弟啊，你耶，咱虽然是无完无休啦，但是你要不要出你要怎么改成台语啊啊？你说啥？ ？Super Junior 翻成台语的话， Super Junior 超级就好乔给笑脸呐，笑脸呐！超级笑脸用啊！心。那跟小虎队的差别其实没有很大。就是一群笑脸啊，熊赞，熊赞笑脸的熊赞。好的，拍摄，好像不错啊。人家赞笑脸给的意思啦，青春笑脸给请问那个因为唱拍谁很红的一群笑脸，给算拍谁笑脸吗？对呀，我会不会收到传票？我觉得我今天真的会收到传，我们继续。好，不可以。看你想收几张啦哈。太好了，我要成为传票收集家吗不？知道。天啊，我也好像电铃哦！大家一起卡关。我终于有绑匪的威严了，真是太好了。哎，不是，现在是那个啊，大家的那个观众可以来提供小抄，对。我想想，不孤岛，你们今天出得了这个房间吗？哦，这个这个吗哦，来吧，风梨。真是这样吗？等一下10假哦。对对，恭喜你答错了。要讲什么？这是1010，我真的不会写字嘞，我的天啊！西假听起来蛮像的。稀里哗啦，假假，找到了是假，假假，其实听起来，可是我觉得假听起来蛮像的。刚刚有人说吃食吗？我觉得这理路有通哦。来，请作答。假戏的哦，哎，原来是有2个不同念法哦，是这样子哦。我觉得虽然那个通常教大家考试的时候不要用这种方式猜题目，但是如果考了叠字词，我觉得根据心理学，应该就是会2个念不一样的音啦。对呀，哦，是哦，好厉害哦！假，假，假戏哦，假戏，大家都有听过假戏吗？什么意思啊？假戏吃的，什么意思？是日常的吃的，吃饭的事情吗？时事吗？有点像日文那个时事哦，一个时，然后这个事情的事，那个其实就是吃的，对。洗沟通那是运作，那是工作吗？就是日常有关于吃的东西都叫这个啊，可以吃的东西也是叫这个嘛？啊，好厉害哦！没错，台语的居然是不同念法，好酷！是的，假戏就是可以拿来吃的。
都叫架信。刚刚有人说到吃食，我就想到好像中文也有这个东西嘛，就是好像这感觉是以前才有在用的词，什么就是备了几样吃食，其实就是备了几样食物。吃食哦，那个刚刚日文的是有那个那有什么同义副词是不是？啊，我都没有准备文法书，所以应该是不会讲到那么深入这个前面动词，后面是名词。啊。我的理解是这样，是的。对那大家那个平常食物这个词用台语都怎么说啊？负的，真的假会使食的？的，会使食的物件，加物件，食的，加欸物件，我是物件，物件嘛，物件很好用，不知道说什么物件。呀，确实，物件，我学那个你平常给谁吃的？有的时候我会说起疗，气料。我知道，你是说给动物吃的对吧？有的时候对如果你很忙，然后你只是很匆匆忙忙的应付了一餐，我觉得那也算是一种饲料。完全同意，社畜是这样子的，是的，基本的养分，人为什么要吃东西？要活下来活着，嗯这就是生存跟生活的差别吗？嗯，好，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被绑票这么开心了。好，这真是辛苦大家了所以明天除了挂包之外，我可以加点一个米糕吗？谢谢。啊！米糕，刚米刚好像有糕，大奶，你说大冰奶吗？对，米糕，米糕，为什？么？哈，为什么要吃米糕？为什么米糕有大奶？大冰奶没吧？他只是在点饮料吧？他只是在点饮哦，我料想。说米糕为什么会有大奶？什么东西？他只是在画早餐单而已。什么东西？刚省略了，他吓到了。我也突然发现忘记讲米糕是谁？哎，这个地方越来越奇怪了。大奶，我觉得啊，没办法，就都白白的，什么都没有啊，就只能胡思乱想啊，不然嘞。天哪，好合理哦，好合理哦。真的哇，这个哈哈哈哈！一脸空白。我会用我的反派笑声填补所有的空白。哦天哪！哦，哦，哦，那念感觉也是有边没边念 B 啊，然后那个是胡须的须嘛，啊是必丘吗？天哪！你们是都知道会被绑架，有先偷读书是不是？就是有些字很像哎、也要为了绑架念这种必须特地念书。不是你有必须必须你有念书就可以被绑架，就可以暂时不用工作，对吧？哦，对吧读书的力量。对，读书的力量。好，爱塔知识切，那请问风梨知道 B Q 是什么意思吗？必丘，我只会念必丘哎。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唱秋？哦有，好像有麦修唱秋哦。没错，哦，你可是有像唱秋还是唱秋啊？感觉好像很多人都念唱秋但好像其唱实荡秋对不对？秋，就是它应该是唱秋原本台语是唱秋啦，但是被中文借去用就变被中文化了。对对对对对，啊，好，就是你麦修唱秋哦。对啊对啊，卖唱秋啊，哎，必丘必秋就是唱秋的相反。啊，你要低调一点。哎，答对了，没错，哦，哦，唱秋就是高调，然后必须就是低调。对对对，唱秋很嚣张，必秋就是不要那么嚣张，不要这样，对啊，哦，啊，没错，太好这很少了，听到，完全没听过。我是用猜的。毕竟也是要准备我也是第一次听。哦，真的假的？长辈都说你要较低调嘞，哦，真的哦，要长辈你要较低调，你做人袂使遐高调，安尼。啊，我们家哦中文化这样呢。我们家会说你莫修掐呀，哦，嘎点点，闭嘴，你做人爱较低调，嘎点点，你怎么有直接叫闭嘴。长辈指着你，赶紧被打骂嘞！那是蛮凶的。哎，可是日文加台语真的好顺哦，确实，打聊的很好笑哦。真的。虽然身为一个平常都在教大家台语的 VTuber，好像不能这样说，但我还是说好了，就是大家如果突然不知道那个台语哪个词怎么讲的时候，借一下日语，听起来就也蛮不错的哦。
那个整体感会听起来还蛮搭的，大家可以试试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方向盘的台语是什么啊，我都讲很多路啊。那应该真的就是韩多路了。我个人觉得呢，那些东西如果是在就是日本时代出现在台湾的东西，那直接讲日文应该都是蛮合理的。哦，它已经变成外来语了啦，它应该算是一种台语。像令狗一样吗？对啊，令狗啊，令狗，韩多路啊。所以你们不会念捧够？令狗哦，我家好像都会耶。好像都Tomato 会。他妈豆，我家的也是讲他妈豆，我家还讲阿布卡的。avocado 是什么东西？米露库也会这样讲呢，阿嬷会这样说。罗赖吧，你讲你要啉米露库不？哦，有人赖刚达，问我 avocado 是什么 ？avocado 就是 avocado。玻璃哦，没错哇，耶，哦，我觉得一直用这个腔调还蛮快乐的耶，怎么会这样？好，没有，我单纯是觉得洛梨很恶心而已，没事。太好了，我有同伴了。洛梨就是一个我不明白为什么人类要吃它，我的天哪，它又没有味道，它仅存的味道就是一股恶心的油味。我觉得它跟木瓜是同学，不是，不对，木瓜很有味道，好吗？No， 他加牛奶嘞，洛梨牛奶？The same。人就是难吃的东西放到牛奶里面，就是难吃的东西放到布丁里面。对，你怎么不直接吃牛奶？南部的那个有一个3个是牛奶布丁加酪梨耶。哦，如果它就牛奶布丁就好了，对啊，不需要酪梨。你可以点那个牛奶布丁加酪梨，不要酪梨啊。哦，它就变得很好吃。这么喜欢吃酪梨，你可以叫沙拉油啊。要这样哦？就是森林的奶油，它就是真的很油。对呀，我也觉得它就是没有味道，然后有一个油感。对，它有一个油油的味道。但我觉得我们是少数派。它有一个很生的菜味。感觉是应届毕业生的那种感觉。谢谢。应届毕业生要这样哦？入伍的感觉就很菜啊。要这样？入伍第一天的味道。天啊，第一天上班的感觉。第一天上班，猪配性的味道。要这样？还穿着衬衫，穿着皮鞋，拿着笔记本在说：“前辈，不好意思，请问这个要怎么弄？我要怎么影印？”哦，还以为在讲粗配性，我想说怎么样穿衬衫皮鞋粗配性有讲粗配性的。我们同事讲了好几个，同事讲了好几个。好，太好了，总觉得骂到好多人哦，怎么这样啊？对啊，没有，我单纯不喜欢洛梨而已。可以一边聊天一边按铃哦。对啊，没办法，哎，按的这么快毕竟下雨了，毕竟我有3个荧幕啦。完蛋了，这是设备上的优势。对，不过还蛮突然的，就是其实我在之前推特上不是挂台语系 VTuber， 是挂唐突系 VTuber， 所以对我喜欢很唐突的切画面。好，那请问这3个字怎么念呢？注意哦，要蹦米香哦！天哪，这个造句非常有情境感，无敌的吧？哇哦 ，Karen， 然后路过小狗就会大飞，我会被吓死。很大声，路过一只马尔济斯就飞起来，飞起来吗？米香。大家都有听过刚刚那一句话吗？我觉得好久没听到了。我好像没有，但是觉得妈，很就是蹦微胖的那个人，然后他准备要蹦的时候，他就会讲。对啊，怕吓到大家。但现在很像，但我觉得于事无补，你知道吗？不是他喊很大声的，他喊那个也只有附近的人听得到啊。对啊，可是他的那个声音很小。对。他要拿大声公吧。我有在路边跟就是市场有看过，人家现崩的，然后还在那边现敲。哦，以前的人会拿米，那是蛮以前的耶。我知道好像很以前的蹦逼胖，米跟糖跟油你都要自己带。真的哦，再带花生带一点点这样。对，你有要什么料你就自己带，还要自己带。他提供的就是那个设备跟帮你蹦。
小丸子好像有演到这个部分。哦，真的好酷哦。我记得小丸子蛮多，那时候就是蛮多跟古早台湾是有类似吗相同记忆的，所以我妈超爱看广。逼胖界的 BYOC 耶BYOC 是什么？ ，Bring your own computer， 它是 Bring your own rice。是不是？哦代理自己的笔。 ，YOR 哦，好，还有那个类似简写的东西哦。学会 BYOC 就是那个每年 Wire Force 的时候，他们会办一个，就是大家会自己带自己的电脑啊设备，然后去那边，哦哦，很酷。酷哦，哦，好酷哦。带自己的设备，然后去那边办公嘛。办公的话是有一点难过啦，通常大家会去那里同乐啦。哦，线上大型线上办公现场，同甘共苦，线下，线下最快把工作做完就可以拿到奖金，这样。但确实有看过，就是有片师就在现场剪片这样子。那也是没办法好惨。啊。是的，蹦逼胖就是这3个字哦。耶，有那个米还这就很好3个还算猜直觉。还算直觉哈。对啊，有那对啊个米就很好猜。然后胖就这个字也是跟香气也是一样的意思。呀，哦，那我很好奇耶，你们平常那个叫什么爆米花，你们台语会怎么说啊？爆米花，中文。崩欢呗，哦，你是讲崩欢贝哦，哦，我没有讲过直接把欢妹拿去崩。是崩啊，对啊，一样是崩这个字。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我自己也是讲崩欢贝，哦，就叫崩欢妹。崩欢呗，讲中文，爆米花。爆米花，爆米花爆米花 popcorn。有人说 popcorn， 我觉得可以耶。哦，好棒，好棒。碰因为我除了思考怎么把大家绑过来之外，我平常也喜欢思考台语的未来，然后我就发现还蛮多其他语言的一些新的词都会直接讲英语。如果大家有看比如说泰剧，或是我突然想不到其他例子，其实日语好像也很多词都直接借英语来用，我觉得也是一个做法。比如说 chocolate、对 elevator、对啊，コーヒー、ススタルバックス、オレンジ、マクダのマクドナルドマクダクックルド、トイレ、ミスタチョコミント，不要再这个了。啊， Oh my lord！ 好，那好，太好了耶耶！耶，popcorn，绑架派发现好像快要扛不住了，是不是忘记帮教练加分啊？他自己扛不住自己的 chocomindo 吗？很多真的呢，チョコミント。不可以吗？我是绑匪耶，我是薄荷绑匪巧克力。的台语要怎么？啊，好快！我觉得可以讲 choco minto。哦，我跟你讲，你们要是发现那个陈先生火蛇突然之间有点沉默，有点安静的时候，顿点这样。对，没有错，就是这小朋友突然之间没有声音，肯定是在搞鬼。小朋友吗？我对你来说是小，小朋友虽然你是前辈，没错。还不够自然，完了，你叫他小朋友啊！天哪大姐姐来教你不对，这里不是那种怎么回地方答，这事。这里不是那种地方。来，我那讲才来去佚佗。来，你不可以这样，观众会太开心。大人的物件，教你大人的物件，带你来纳税金，哇靠！教你报税，太好了，非常大人，要爆差不多，要5月了，要爆嘞！真的哎不要，来，快点头前去跟有无国税局啦吼！啊！我不要长大，好，我当小朋友好了，我可以接受不。要，好，等一下，你刚刚已经回答了，对不对？有点太快了。还没回答哎，吗？没有吗？这个是，还没回。哦，请没有啦，我是说就是带你去日月潭玩这样子，对。哦，对，日月有脚的日月台语的部分呢？台语的部分呢？啊，
啊，到日月潭玩。来去日月潭佚佗，看鱼啊，看人底下在游水。还有三星台，啊，日月潭，特别的日月潭有温泉啊？没有，应该是对啊没有了。我是把台东我们夏天太热，可能就算吧。太多了吧？是这样吗台东，做那你可以去永渡日月潭。把台东拿来用而已。嗯，真的耶来台东，一头也是一个看不出来的呢。为什么日跟月啊？又是有什么？对啊，而且看不出来年纪。那我觉得他一旦知道之后，就还蛮好记的。是从早玩到晚的意思吗？啊，对啊，就有一种你可以很闲散的、快乐的玩早玩晚，白天到晚 day and night。呀，哦，Day and night。旁边那是那个谢谢你的奶。哦，就是一天一夜的旅程这样子。但不过日月潭有了一天一夜。感觉很累耶。不过佚佗除了那叫什么？佚佗除了玩之外，好像还有另一种意思哎，你们有人知道吗？佚佗人的才没混，佚佗人，没错，就是佚佗这人。好像是风里很懂。就是阮这种的啦。本命区，本命区。本命区。佗人，为何你的把口啊？好老。好，哇，你这边的歌老到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天，我也没听过哎。有些话讲出来是有点伤人的，你们知道吗？在狱中听，没事。没有啊，听人家讲嘛。对，听人家说的。爸爸妈妈放给我听的啦。黑手党老大，我爸。一定要传承一下的。别人在说。没错。对，佚佗就是也有在那个招霞回的那个意思，所以那个如果你想要呛人的话，也可以说哈，你佚佗都位啦，这样子，你混哪里？混哪？哦啊。然后他要是回你，我九族文化村那种，那蛮好笑的。怕你啊！你进到东北六湖村啊，卖茶。你啦，东京。哇，有个小人国不？大家之后如果走在路上，国的啦，环球的啦。国际版还要去迪士尼乐园，还在想说有什么可以抢？我没年票啦，安怎啊？必保的啦！天哪！之后如果走在路上跟人家起争执，别人问你啦，安怎啊？哇，天哪，比较专业。迪士尼感觉比较贵耶，跟环球都是。这样好了，我决定了，下次要是有人对着我说你佚佗对，我就跟他说我离杜拜都去假啦。好棒哦！翻回来，这可以价格还专刚去杜拜哦。感觉杜拜的乞丐就很有钱，一个人给你1块钱啊！没有听说他们可以给很多，所以不可以在那边乞讨。不可以吗？就已经好像听说很多人在那边当到那个有钱乞丐。好好，所以被禁止就对了。对，好，我就是这样子才少了一种职业选择的。原来如此。是的。哇，就算看到也不会。哦，真的假的？请作答。什么啊？希吉哦。对对，猜错了。很唐突，但是我好想有那种喷干冰的素材哦。我自己来，我自己帮你骂，还可以自己配音，好。还是他野兽前辈的，不用哦，不需要哦，不用喷那种的，谢谢。不需要哦，不用喷血。要自我介绍了吗？我们是大学生，我是24岁，是个 VTuber。24岁，对。怎么有奇怪的音效？这是怎么念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呢，连念都会念问题。我知道了，苏基。猜错了。苏基，没有，听起来蛮对的吧？苏基的话就是司机那2个字哦。对，这在你上下写的那个人。
叫 Suki 了，就是私人的，然后同学看到你的时候会用很奇怪眼神看着你，叫 Suki 了。苏西 S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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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i，他 Suki Suki，我这边调出一些。哦，你要再次挑战吗？请作答。是塞卡天哪，你怎么知道？塞卡，天哪，风铃怎么都知道？撕，然后塞丝，然后再塞那个怎么念？找2个字的，我会塞卡50班。哦，你的塞卡那么多没有啦，哦。幻想好想要要不要点香槟？哦，要点啥哦？要这吼，好，拢来，要水果盘好无？5盘来，先来。很要不要凤梨啊？卖欧元，卖洛梨。有洛梨，天哪！不是谁家的水果盘里面会切洛梨？到底是多反社会啊！是那个有点高。南部还要放什么酱油什么的，放一好，那个是番茄啊，那还好吧？那个那好吃哎，不是番茄洛梨会被当水果吃吗？虽然我都不吃，但是也是要当蔬菜吧？会有人把洛梨当水果吗？洛梨就不应该吃啊！对，是我同意。很少单吃哎，好像比较现在才有吃，它味道太淡了。我们今天是直接变成洛梨批斗大会哦。洛梨糖的中枪。嗯，好，没错，这是塞卡，就是私房钱。对，我想说那个塞卡有50万，还当什么 VTuber？没有啊，都烧掉啦。哦，本来有这样子。都做2年，曾经有50万的塞卡。当 VTuber 就会，你嘛刚才50块啊，你啦。哇，当 VTuber 的话就不会有塞卡了。早知道不绑架 VTuber。50块没钱啊，没有啦。是的。这是什么？啊，芒啊，好乱猜啊！什么有人的阿嬷会拿红酒腌洛梨？怎么可能？哇，不会念。哦，请作答。我差点要猜一个很北蓝的说 Q 港，我也想猜一个很北蓝的Q 港，但想了一下应该不对。刚风梨是说 Q 港吗？你是什么？你自己真的不好，你 Q 港你。恭喜你答错了。啊，不是哦。对，今天没有要变成马岛福利台，没有放那么多，没有放那么多。你下次应该故意，然后那个逼那个绑架的人一起讲一堆那个福利语耶。这对，好，下次一定。对，好聪明哦。我好的 ，Karen， 请开始。我有答案。Karen，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而且我的答案绝对没有人会说这个不合理，我知道他一定错。好的 ，Karen， manga， 绝对错了。我刚也想答这个 manga， 我也觉得，我也以为是 manga， 可是我想说好像应该是念蒙甲。manga， 对啊 ，manga， 汉字是 manga， 绝对是蒙甲这2个字吧？我哪知道啊？听起来像 manga。不过说到这个蒙甲那个嘎跟这里的这个嘎好像有一点差，那个嘎，对，有一个啊的那个声音，没错啊。所以确实是 Q 港的港没有错了。Q 港的港是对的，但不是 Q 港。Q 港，蒙港，蒙转下的帅港。是因为芒果吗？是因为芒果吗？甩呀，芒果是衰啊，所以2个字衰嘎。天哪，你这完全贯彻有边念边诶。衰嘎，那应该叫金。我知道了，所以它就是那种就是真的是金灿灿的那种芒果冰，有没有？然后就会叫这个芒果角的意思。对，没错。
而且只有爱文芒果才可以这样叫，很好吃的才可以金这样。闪闪嘛。懂了。如果有观众是带小朋友一起想要来看节目学台语的话，刚刚那段全部都是错的哦。应该说今天的节目小孩不是很会看的。哦，好像是好像是有太多不能给小朋友看的。不会啦，你在灌输小朋友什么价值观？就是你绑架你想要教导，你想要让更多人学会这些知识，你就要靠绑架他们过来，强迫他们接受教育。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说日本学房地产那种感觉吗？就绑架，然后逼他学，然后考上房地产那种。房地产这是怎么回事？好怪，超诡异的。我知道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是绑架一个女生，然后逼她学房地产知识，还让她考上房地产经理的一个故事，日本的。听起来很酷哎。为什么？嗯，好，这是什么？还有人要试着挑战吗？蒙嘎，金嘎，蒙嘎乱，讲。金嘎，用。怎么变韩语了？为什么？开始在紧张。不过韩语跟台语有些地方真的好像哦。紧张。想说台语跟韩语跟日语都有时候有点像。是没错。好，那我来公布答案吧。是 mega 啊？眉角的那个眉毛的眉吗？对啊。他为什么不是写一个草莓的莓在旁边？写眉毛的眉吗？mega。因为眉毛的眉是念白啊，所以它是白。白。草莓的莓是超所以是对，眉角原本字面上的意思是那种比较利的边边角角，那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东西的细节。所以才说。mega 我知道，但是中文看这个字不知道。真的耶，盲角，盲角，就想要念盲角，还有芒嘎，芒嘎，对，芒嘎，一直想讲万华，我还想说是地名吗？好，那我们就来进到下一题吧。我有听这首歌，可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完蛋了！我听歌，我不知道这个好像应该是那个中华灵魂对甲必损嘛，无后悔的必损。没错。不知道必损是什么意思？必损就是必损啊，裂痕。对，你领导的别开啊。对啊，我在唱这首歌，我就不会。对甲必损。对啊，你刚刚只要唱一句，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呢。结果我也不知道它中文啊。追到必寻，锤到那个，锤到必寻。我那时候还真的是因为这个实在是跟他就是写起来的样子实在太无关了，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确认说他真的是叫做必寻。真的，他正字真的是用这个。我原本以为是他是故意找了一个就是听起来好像字一样的，然后就把它套上去。你以为他还特地去查，就叫做必寻，直接叫必寻。你以为他取歌名故意找一个有趣的字，结果还没有，就是这个字。对，我以为他在搞什么有趣的双关，就什么因为我要去各个地方寻找你，所以我必须要每个地方都去寻一遍，这样所以叫必寻。然后结果后来就なるほどね。そうですね。有人说这两个字应该是音一样就拿来用，也是有可能。对，没错，我超喜欢必损这首歌的。他说把我的灵魂敲到裂开，我觉得好浪漫啊。除了必损之外，我还有想到一个我觉得有点像的，叫做必车，你们有听过吗？毛笔，毛分叉。对啊，头发也会必车，就是讲话的时候，对，声音也会。对，我觉得必车也跟必损蛮像的吼，就是有点裂开、分开。对，必开裂开。是的。然后居然有人问说，可以把阿慧的脚敲到裂开吗？统一回答不可以。是的。
不是，为什么要那么震惊？啊，太快！哦，没有，我刚刚忘记先消掉了，对不起。等一下，那重新啊！哦，真的吗？好，非常有运动加精神的。好，那我们再，耶，蔡基，请作答。汤。答对了，你可以用汤造一个句子吗？汤。谢谢。汤油。不行。有这个版本的翻唱哦。没有。有啊，有我啦。我有出啊。叫什么？我出的台语版有一句歌词就是安内汤油。真的。对啊，我把那个歌词有改成汤新时代啊，安内汤油。我以为是人中之龙的汤那首。汤油，安内汤油，感觉很赞呢。可以出一个吗？好，对，有人说大家都会写成那个嘛，母汤，有一种你妈泡澡的感觉。谢谢。不可否认，泡澡也是有受众啦。妈妈的汤感觉有点有妈妈 and soup。妈妈 soup， 把妈做成汤好像很可怕，有点太可怕了吧？这有点太可怕了。汤油，安内汤油。哎，风梨，请作答。这笨蛇，恭喜答错了，不是吧？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想不到吧？马萨卡，我们经历了1个小时的绑架，终于出现陷阱题，来吧，蔡基。垃圾吗？不是，这我也不是。垃圾恭喜答错。聊天室开始要有那个小抄出现了，你们把握一下。Karen， 拉萨，没错，就是拉萨。啊，拉萨不是垃圾啊。对，刚刚猜笨蛇是拉萨。拉萨，没错，想说，但是你刚说的是你说的，所以这个是拉萨还是拉萨？哦，这是拉萨，其实是一样的。这是拉萨，是拉萨的拉萨吧？什么？你刚刚说的阿萨吗？那我明天要去看。所以正确来说我没有对。对不起，听力有点受损。拉萨是拉萨也是脏的东西，像女生的月经。拉萨，那垃圾是什么？垃圾真的。有人说拉萨，垃圾就是 logic 是这样子哦，好像有道理耶。垃圾，逻辑魔法。蜡炬吧，那我就蜡炬吧。好，大悲咒。那既然 Karen 就是自己告诉我我听错了，那我们就当做没有人得分吧。没有人是垃圾了，太好了。笨蛇，等着被骂的观众全部都失望了。笨蛇，没错，对，这算是陷阱题。台语的这2个字是垃圾，就是脏的意思。没错。泰哥嘞？泰哥就是垃圾的意思。不是，就是有点可以互通啦，其实还蛮接近的。刚刚说的拉萨也是有蛮接近的意思。拉萨比较文雅吗？还是？我觉得好像差不多。拉萨蛮白的吧？我觉得蛮白的，因为就跟那个粤语有一句是，他有说吃大便，还有说亚塞跟食塞，一个是食，一个是亚，然后不知道跟那个有没有就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大嫂跟台哥，我自己感觉好像，比如说一个蹦逼胖掉到地上沾了灰尘，我觉得它算垃圾。但是台哥有点恶我觉得可能要有一点咻，然后流一堆油，然后沾到一些很恶那对，也有那种感觉，我才会用台哥。茉莉又来了，そうですね。是的。但也许有些人就是平常用起来真的是觉得几乎一样，那也是有可能的。
我只能分享我自己的语感。就大家用的语境可能会不太一样。对呀，对呀。为什么？来吧，蔡姬。哎，没错。啼笑吗？是的。耶，发疯。发疯。大家猜的很不铭记好抠手的那个意思。什么？有人要猜什么很不好的？好想知道哦。没事，这是可以播的吗？想要，不行不行不行，那不要。我想要猜 area 合家观赏台。好，虽然我已经开始怀疑这到底哪里合家观赏了，但好，我们还是尽量往有啦，8点还是啦，8点啊，所以要过12点是吗？对，没有要开那么久哦。我看你们答题其实蛮顺利的。为什么？是的，这是什么呢？看得懂中文。虽然这还是上一题的话，你先猜吧。化修啊，你怎么知道？Karen 怎么这么优秀？化修，我还在想说，把人在假米，你掉在化修，化修，我还以为是灵修，是你修。灵修剧化修哦，化个短剩下的化是这个化，对，化是这个化，然后我们没错，喝东西的话是开场是大港林吧，然后是那个口部，然后一个林，是的，是的。我觉得呢，化修这个词非常好用，就是人在假，好像蛮多人讲假咪的，但我看字典是人在讲咪混，不知道为什么字典只有收咪混。然后我觉得化修有点像是，其实也不关你的事，但是你怎么化那么多啊？我觉得大家那个平常如果有遇到指教厨的话，这个词还蛮实用的。哦，原来今天真的骂人台，人家打电动在那边指示。对，人家就可以说卖点黑化修。没错，你白生电动在咧化修。哦，没错，非常实用，非常实用。原来如此。对，然后记得加一下分。逼混变成咪。对啊，为什么逼混会变成米？我也是听过面，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吃米粉。原来是这样子。我好像听到也是米耶，是古代比较先有米粉再有面啊。好像有道理哦，跟台湾的吃的饮食有关，还是这个南北有差？我前几天才听说，就是米粉有分南部的跟北部的。米粉汤那种很粗那种，对，就是说北部的是粗的米粉，是吗？真的假的？这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是这辈子第一次知道，我以为是相反呢。我只知道新竹有米粉，我是知道粉肠好像北部跟南部不太一样啊。南部有那叫什么正宗台湾店粉肠哦。结果南部的粉肠听说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像香肠的，那个很好吃我也没吃过啊，真的粉粉的。什么？就是粉肠，它也叫粉肠，但是是粉红色的，像火腿，粉红色，然后长得很像火腿，介于火腿跟香肠之间。对，但我也没吃过。那很好吃哎，甜甜的，有个淀粉的味道。我只吃过北部粉肠。北部粉肠是就是那个荤等啊吗？对啊，荤等是会有姜丝、蛋鹅糕的那个东西，就是粉肠。两种我都好喜欢。啊，那个中间是鲍鱼肉，真的假的？不是鲍鱼，没有那么高级，就是里面是鲍鱼肉。鲍鱼那个里面如果是鲍鱼肉，感觉要中南部才有对，那个是中南部的吗？它是中南部的那种粉肠。那个霸道，那感觉北部应该不太有，北部有很多人在吃很多的讲霸掌了，霸刀，粽子时间。对啊，霸刀好像也是北部没有的东西。那是什么？你不知道霸刀？霸刀跟骂贵吧？骂贵是什么？那是什么？东港那边的。骂贵反而不知道。骂贵很好吃，它很像蛙贵，可是比那个就是蛙贵再多一点东西。它的肉是一块一块的，不是碎肉。骂贵。没有听过好吃，我又学到了，好酷哦，好酷哦！骂贵，
大贵，发出了日本综艺节目的声音。そうですか。这种声音真的是非常好用。哦，すごい。然后来宾还要就是拉近这样，然后特写，太快了，教练都在等。真的吗？这就是3个萤幕的优势嘛。好，我等一下还是预告一下好了。我下播也要再多那个。Keep put， 没错。Keep put put。Keep put。其实台语好像还蛮多叠字都蛮，好吧？我觉得台语很多叠字都蛮可爱的。哦，真的呢。还有什么啊？哦妈妈。对啊。北下下。北下下，北泡泡，又咪咪。又咪咪。没错，之 Q 类的。金像像 Q。哦。胖公公公公胖。胖公公。草咪摸，咪摸不是。草嬷嬷好像也是有啊。草嬷嬷。哇，有人说脚连很适合台语，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蛮适合台语的。那你太好了，下次应该要再把你们绑来。还有饭可以吃。哦，我们下次可以先把挂包交出来。天啊，我按到第1张了，对不起。再一次恭喜。骨锥。想说好眼熟哦，怎么好像看过？这么好。是什么？这些都好熟哦。manga。天哪，唐突复习，不是错了吧？错了吧？踢笑，画修，一步步好，要准备了。好，对不起。那你要不要重来？第一次侵入住宅，所以对跟设备比较不熟。好，这次要预告，我们准备要进入下一题喽，请没有3个萤幕的朋友可以准备看题目。好针对哦，怎么这样啊？好不可能。没有，我觉得应该会是错的，但是我很想要讲这句话。那你就讲吧。你要讲卡小。答对了。真的？为什么会觉得是错的？造谣。可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很文雅，你知道吗？后面不像小啊。对，那个剩小的小好像对得上，我就想说，可是这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就是这看起来很文雅，你知道吗？小呀，是剩小的小没有错。对。小是那个，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吗？哦，三小的小不是另外一个小哦。三小哦，沙小是另外一个小啊。三小是那个小吗？但卡小不是这个小，不是沙小的小。那个小就是指那个，就是那个北白白的，北写个黑。sperm。对，对，YouTube 听得懂英语吧？不是啊，我们又没有，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是其实真的是什么样研究台吗？是学术上的，对，语言教学是的。对啊，我们没有那个奇怪语句啊，是这样没错。是啊，拜托姐，我是啥物卡小 ，YouTube 没看我这款人啊。不可能，YouTube 没看你迄种人啊，我要安怎啊 ？YouTube 上爱其他咧找麻烦啊。哎呀。好，我觉得我离言上要进一步了，真是可喜可贺呢。耶，今天这才且看且珍惜。那大家知道卡小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它正确翻译是什么但我觉得它可能是，就是它比较类似你是什么角色的那种感觉。就你算个什么鬼？你算什么咖？对，你算什么咖？就是这个简化啦，就是你是哪个咖啊？那个，没错。对，只是咖小是应该是很不文雅的讲法了。我觉得好像其实也还好真的吗？我个人觉得很文雅呢。我觉得就咖小很难听我觉得咖小啦，字本身好像还算中性，就是它原本真正的意思就真的是说角色，但通常会被拿来用的时候都蛮凶的。是因为跟沙有那种前面有沙小，然后因为我们被那个小误导，所以我觉得听起来不文雅这样嘛。卡小就是他的照样造句就是你搞定北的这你要唱秋你下面卡小的那种，就是定在这个地方的感觉。对啊，现在卡小啦，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角色
不是这个角色，这个词好像只有用在2种情境，一个是那个真的在讲演戏的角色的那个卡小，真的在讲这个，然后另一种情境是就是七头狼在那边很凶，但是因为大家也很少有机会是第一种情境，所以通常都只会看到第2种情境。啊，中文那个你算老几那种是那种吗？我觉得有点像，因为老几本身其实类似吧，也没有很特别负面啦，只是通常拿来用的时候都蛮凶。有人说阿莲姐姐骂很顺，我也觉得你平常都这样骂观众。对啊，没有啦，我不会这样骂他们。哦，因为没收钱是不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啊，就 why 啊？有人说卡小是做塞工呢，在称呼来帮忙的人，好酷哦！这个我不知道哎。追卡 A、追卡 B。哦，有人说追咖吗？追卡，追咖追卡 A，追咖是什么？那个啊，办的那个中破塞里面会有那个追咖帮忙的，帮厨哦，对，厨师助手。对，追咖。那咖到底是咖是从脚来的吗？应该是吧，因为这个咖就是脚的那个咖。哦啊，这就是脚的咖啊！对，就是写这个咖，没错。所以角色的角，卡架片，卡架的卡好像是哦，卡架啊，卡架，对，就是这个卡，没错。卡架片是另一个卡哦，是卡称的卡，就是敲。哇，今天好多台语。对，哦，是的。卡称，卡架片，卡称，所以是屁股上面哦。哎，是的，没错，就是这样子。好圆，好原本哦，不是，就是你要去想那个逻辑呢。logic， 你要从那个logic， 那个最根本开始解，很好玩呢。哦，对啊，它是有 logic 的。对啊，logic。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下这些字，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对汉字又更了解了呢的错觉，对。军汉字上手，很好玩呢。军汉字上手吗？我个人是认为多看这个有助于文言文的学习。我觉得真的有哎，虽然在座各位可能不太用得到。如果大家有比较年轻的朋友的话，可能可以。对啊，不错，确实。国文考那个啊，就是以前国文不是会要考就是平仄对仗吗？对，你平仄对仗如果有一些是古文念法，平仄对仗你用台语念的话，基本上都会对啊。对，好像听说以前他们写诗都是用台语念的，所以那个平仄要看台语比较好。虽然我觉得比较精确的说法是，那个以前的语言比较像台语，可能没有完全一样。没有完全一样。不过真的就是有一些词你用中文念好像就不会押韵，但是你用台语念，就押韵了。非常好玩。对啊，对啊，真的呢，没错，神奇。那我们准备来进入下一题啦。没有3个荧幕的朋友准备一下。有，怎么感觉好针对哦？看的也会面，后面没有3个的朋友，把你们的手放在荧幕上。好，我们请风梨作答。OK， 没错。原来是念这个，原来是这个写法。是的，就是 OK。直播有淡薄 OK 来加乱，你就叫伊卖点化些。你剩下面看这个词用这个字用的很好哎。哦，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它跟那个应该盖袄应该是同一个字吧？是的，我在猜破那个嗷，对，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蔬菜水果，它如果碰到水坏掉了，腐烂，OK 啊，是的，所以原本它应该是这样来的啦，说它烂掉了。烂掉的人。对，烂人，烂客人，烂人，有水加错人了，一个腐烂的客人。OK。突然发现这可以拿来骂很多人呢，但是我就不要举例。奥朗真的蛮好用的，人渣好像可以直接就说奥朗。原来人渣就是奥朗。没错。烂人。烂渣男奥兰。奥扎波。奥扎波，我以为是不够狠。
奥杂崩，哦奥笑脸，我小脸哦，对对，这也有在骂，是的，真的有这个词哦。我还会说傲笑脸呢，哦，好像比较是说，傲笑人有这么骂人哦？感觉是说你还很年轻就没用，烂年轻。我觉得草莓族，烂草莓，就有一点像浪草。对，就是有点少不更事的那种，还是少不惊吓？I don't know，就那种感觉吗？就感觉没有像就是说人家是 OK 那么严肃。可能不同词句的时候吧。也是啦，可能大家习惯看到 OK 就觉得很凶。对 ，Yeah，it's me，I'm Karen。不对吧？不对吧 ？Karen 平常应该，我发现好像有人就是刚被绑来就在给我点挂包哈，好像也佛跳墙，对，还点什么佛跳墙？哪有这种肉票啊？还有大冰奶跟那个不要提醒我有什么菜好不好？好搞得好像我真的要去帮忙买，我现在是来帮大家买宵夜的吗？安全的。那个我们两个要比较肥的，然后一个要半肥半瘦，然后都要加香菜，然后都要加酸菜，然后都要加花生粉。没错。我拿纸出来写一下，等我一下。好认真哦。准备点菜单啊，如果有 Part 2的话，那个直接让我们勾一勾就好了。请问那个大冰奶总共是几杯呢？我要一杯。一杯吗？那另外2位有需要大冰奶吗？啊，我要大冰奶不加奶不加冰块。大冰奶我要拿铁。拿铁，请问你要拿铁不加奶不？拿铁我要燕麦奶，我要换成燕麦奶，谢谢。我们换燕麦奶要加20元哦。没关系啊。那个阿火父啊。对啊，我有塞卡，不要紧啊。刚谁说阿火付的阿火的户头余额连20元都没有哦？我说塞卡，你直接叫阿火付，你好聪明哦！我对哦。天哪！我还拿借对，你还拿出你的塞票。对，可恶！我想说，我都被绑票了，我还要自己付钱哦。对哦，我想说至少赚个20块啊！我看大家 VTuber 也没什么钱。最新的行动支付就是灰机配了啦。不要啦！好，算了，我们还是来下一题吧。好要命哦，下次不绑架了啦。这是什么鬼？姑且找回一点威严。火餐，火吗？盐餐，盐山，会刷，盐香。不对，没有要烧起来。我已经不知道你到底在念台语还是在念粤语。会餐。不是谁给我问拿铁把铁换成铜可不可以？不可以。开始乱念啊！我觉得既然都是要用猜的，也是可以按个0再猜，搞不好会猜对。太难了啦！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还是要到了传说中的什么那个提示时间的。可以啊，你们可以偷看聊天室啊，因为我也阻止不了。哦，我们很乖，都没看。不用这样，你们真的可以看。因为我们在等早餐呢。你们在等早餐，你们真的要拖到早上哦，太过分了。这样啦。燕麦奶的20元。大冰奶正常。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冰奶，不要冰，不要奶。那我要再加点一份薯条，我们一起吃。薯条，薯条都吃我原块的哦。请问你们的薯条要马铃薯还是？我带皮的。我喜欢马铃薯。我要带皮原就直接切的那种。要加松露酱。我们没有马铃薯，我们现在只有提供麻薯的哦。甚至不是地瓜吗？不是哦。生活总是要来点惊喜嘛。天哪，有人使出了方音符号哎，我们的聊天室好强。大家一脸。是一个吹口哨。开始在那边，真的一副在等早餐的样子，怎么这样？还没有吃早餐，
啊，不然投给我几加蛋啊，我加蛋。你加蛋那个加蛋，加蛋，不是，现在已经没有5块了，加蛋还15块。大狗那狗狗，没关系啊，会鸡配啊。我靠蛋，不要再灰鸡配了，灰鸡配不出来，灰鸡不配。你上介意的是灰鸡配，卖锅给我加蛋。加蛋，我们现在是全员放弃吗？对呀，放弃了。真的假的？我怎么记得刚刚最一开始有人就是没按铃，但是有讲对啊？好吧，是吗？只是乱念呢。再给你们10秒考虑一下。很凶哦。不是啦，不是那个啦，不是。会餐，哎，可是有很看很多火啊。餐，对，会餐。烤米，口米，烤米，寒山，蛮接近的，真的不按个铃吗？寒山，好，我来。啊，好，请作答。我决定叫这2个文字诞生。因为左边那个字是念蛋，没有错。确实，左边中文是念蛋，没有错。对啊，我不知道右边怎么念啊。那我公布答案了。好，答案是 damsam。What is this？ 啊 ，damsam 有听过吗？不是 damsam，damsam，听讲英文哦。好像有 damsam。damsam，有 damsam，有damsam。真的越听越像。听起来是很好吃的东西耶。damsam是什么？听起来感觉可以拿去配薄哎。佛吗？河粉吗？哦，对啊。damsam 就是吃一下，浅尝一下。啊，没听过呢。哇，所以听起来很好吃。都是阿木好大一口的，没有在浅尝的。对啊，好吧，那就是以后遇到吃了一大口然后没吃饱的都算damsam。你好，我胆善一点是不是？哎，真的没错，没错。我胆善。你好，我胆善一点。哎，我觉得这样念很酷哎。你说你好，我胆善一点吗？对啊，我们要掀起新风潮了。胆善一点。好，主播先胆善一下哦。台语晶晶体，我胆善一下。对啊，我们要逆推，我们要给这些只会讲中文的人一点来自台语的震撼。好赞哦！就是台语讲台语很正常啊，单三有人话单三哦，听不懂。你没单三吗？听起来好像我是印尼话。你没胆散吗？那个主播有点饿，主播去胆散一点东西。胆散，讲话还要这个样子。字母打胆散一下。你没胆散吗？是的，胆散离析中。胆散离析中。好，什么东西？再说一次。离析中，胆散离析中，离析中啊！好赞哦！这个好离析中啊！打那个中。大家直接拿去用，以后一半去拿Uber Eats就用这个了。要哦！要哎，超赞的画面，胆散离析画面。然后我们要让这些东西拿去给日本人看到，让他们在学那个伪汉字的时候会学更痛苦。对，奇怪的用法增加了。胆散，对啊，就是除了正吃东西之外，就是浅尝一下其他东西也可以用胆散。比如说有些人抽烟也会说胆散，就是讲可以胆散姐，就是其实是去抽一下烟这样子。去吸一下空气的意思。那我看他们都讲什么？加分，要来一支啊不？要加分无？要来一支啊？来一支。要加分，一支的点。好像都不会讲得很明显，因为毕竟抽烟不是一个很正面的，然后他们都会讲被肃戒了，被代戒了，被本受。去呼吸一下空气。对，我遇到也是说去呼吸。抽烟。我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好好的说，我要去增加我得到肺癌的几率咯。太靠北了吧？但是好像没说错，完全不能说你错。我要做肺训练了。肺训练吗？好的。我要去增加我阳痿的几率咯。再见。好赞哦！我要去点射咯。我要去增加我的口腔癌几率。还可以增加什么？我有点想念阎王爷，我先去找他咯。
没有想活那么你先预约我久。投胎的日期喽。我先去物理折寿一下。看一下我的肝的颜色，太我的肺。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子地图炮的、哦，真的假的？也没有到地图炮啦，但是好，打上，太好了。那上么太好了我们就非常突然的来到下一题吧。哦，耶！靠北有人说抽许愿约的时候，希望不要得肺癌，没有这样的。许我会，菜鸡你会？耶！公妈，答对了。公嘛，请问？公妈拜祖先，没错，就是拜祖先。对我公妈爸妈天好像也会这样讲。对，公妈听就是这个公妈。公妈，公妈没有错。公妈那其实耶阿公阿嬷就是分别就是这个公跟这个妈哦。哦，如果大家看就是比较早以前的有写到阿嬷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是用这个妈，比如说魔法阿嬷，非常经典的动画就是写这个妈。哦，对对对，所以不是那个妈妈那个，不是那个有一个女嬷嬷的那个嬷。哦，我觉得这个写法比较好一点，毕竟笔画少。我完全同意，我也是一部分，当然对一部分基于这个理由，非常喜欢用这个字。哦，我都会犹豫哎，到底哪一个比较那个？一个阿嬷，因为打阿嬷，然后到最后被打成那个骂人的骂这样。哦哦，对，有些人那个阿北也是打成北部的北，确实。对，阿贝。哦，阿杯杯子的杯，阿好像也有，好像也有，阿杯，对，阿哎，是另一个哦。阿是哪个木啊？阿是，我觉得那个字很难记。好像应该。今天也在想说阿进的进是怎么记的？金中文金箔阿金是。天哪，我电脑卡到打不出字了。好，那就是打在聊天室。阿进阿是这个，就是箔母一个母在一个女字旁的母阿阿姆哦，那所以阿进呢是一个女的鸡吗？还是什么东西？阿进就是婶婶的婶，是同一个字哦。阿婶哦，阿进对吗？他是婶婶。是念婶哦，阿婶哦，金箔，然后都还有一个是阿金，大家知道阿金是你的谁吗？不知道哎。金就是那个啊，那个就是舅妈。对，阿金的金是今天的今加一个女部。没错，是我。可是台语那个真的很难呢，就是像回南部的时候，你还叫迄济公，什么伯公，什么古，什么还有什么啊周什么周啊什么伯公、济公啊、金箔什么的。这是台湾特别多这种念法。每次看到都是先微笑再说。感觉来叫我一下，叫一下。我是像来囝啦，哦，你来叫我下，然后你再解问。叫我几声？没错。叫下面像来囝嘞，你来叫我下啦。男的一律叫 uncle 啊，女的一律叫 auntie 啊。对，超方便。真的啊。真的觉得英语系国家好方便哦，全部都是 uncle 跟 aunt。uncle。对啊，然后同辈都是 uncle and cousin 超方便。对 cousin 真的超方便的，有姐有妹。他们都甚至会直接叫名字，就比较快啊！对，叫名字好快哦。而且他们有时候那个不同辈分也可以叫名字，好方便。文化差异呢？叫阿嬷也可以直接叫那个名字。这我是不太确定啦，好像可以。好像也可以。然后回南部就一定要，你看人不会被叫那种，好像每次都会很尴尬，就是甚至还会冲过去说：“贝公！”因为就有一次是没有叫，然后被他讲说：“嘿，贝公拢公你不咧叫人，不礼貌。”然后我就下次回来冲过去：“贝公！”然后贝公，然后我听到这样，你直接抓着他的头，在耳朵旁边，贝公，这样子。要这样哦，有时候会这样他才会记得你。他下次就不敢叫你叫了。好，很有精神，太好了。那
我们就来前进下一题吧。哒啦，完蛋了！刚刚有人造句就用出来了。请作答。行过每一步拢是美丽卡架，没错，就是卡架卡架，卡架，听起来好像韩语哦，为什么？那个卡架因为韩语有一个很像的念法，叫做走起来吧，卡架。真的吗？真的，意思好接近哦。是都念卡架，好赞哦。卡架，那个发音差不多，走吧这样。哦，卡架，卡架，天哪！我竟然还可以学到韩语，我都没想到。卡架，卡架，卡架，太好了，我学会了。对 ，Let's go， 卡架，好。哎呀 ，Go fucking go， 卡架 ，Go Go Go， 好嘞。好，没错。那卡架的意思应该也蛮好猜的，就是脚的痕迹，就是足迹。足迹，没错。那我们就来前进下一题吧。好喂，好喂。等一下，这个字刚刚有出现。哦，刚那个怎么念？好忘记了。聪明。我们刚说胆散嘛，对不对？没错。哦，好厉害！那散，我来胆散一个嘛。对。胆散，胆散。胆散。好，请风梨作答。那胆散是散者。好，唐突补充一下，台语有一个特性，就是一个字在一个词的最后的时候，跟它在其他字的前面的时候发音会不一样。所以道理我懂，但脑子不懂。你刚刚是不是有点怀疑那个上者的上的音调？你是不是有怀疑了一下？好像不太顺，对不对？对，可能你觉得比较顺的是对的。散嘴啊，散嘴哦，三者，没错，最终答案是三者吗？比较顺，好厉害哦！你是推理冠军呢。三者，对，这是为非三者的三者。这什么意思？为非三者就是为非作歹啊。刚刚不是还吃一点？你说胆现在散吗？就变乱做事。对啊，怎么讲？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用这个字来表达一个很坏，就是偷偷做一点点散嘛，一点点，可以偷偷做这样一点三者。哦，积少成多。你不能光明正大做很多，你就是偷偷来坏事这样一点点，三者安。哦，第三者安呢，一点点嘛，像那个。米都偷一点点，见不得人。哦，偷办公室的零食也是偷一点。对啊，一天偷一包，然后最后全部整个偷完这样啊？谁吃的？不知道不知道呢。是的，这就是为非三者的三者。三者没有错，太好了。那如果是大条坏事？大条坏事哦，可是感觉为非三者。好像也可以拿来讲大条的坏事，拍代应该也可以。这拍代机，拍狼，这派好像也可以。拍狼，三郎是可以执行。我好像没听过三郎，感觉傲狼也可以。傲狼，怎么感觉8点档就会说什么你这个逼屁消紧这种感觉？小人啊，对啊，也很像那个警给生会讲。哦，对，的确。警给生台语都比较现代化的。大家知道警给生吗？警给生就是布袋戏的角色。对，对，我知道很可爱。我觉得哈贝也很可爱。他还有红鼻子，他可是最早有红鼻子的 V 不是算是 V2， 不对，不对，是本土化 VTuber 总觉得不太对。好强哦！
好像是，天哪好像不是。算他是好了，太好了。鼻祖，谁说鼻祖？鼻祖，鼻祖，好的。好，那我们就赶紧来进入下一题吧。太慢了。好，Karen，What's your answer, Karen？我猜一下，这个是今仔日节目拄啊开始的时阵，等会子看起来有淡薄仔避暑。全对。厉害哦！避暑，这感觉大家很常听过，对不对？对，好猜，好猜。太好了。必输技能。对不起啊，请问我今天要收几张？我要收几张船票？对不起。然后传真机开始哔哔哔哔，一张发票，一张发票，一张发票。我要去买那个什么收集册来收集船票，是不是？谢谢。这个人很常会拿来骂小孩，公姐也跟他做避暑。是哦，是骂人哦。也没有到骂啦，但是就是有点讲说，这小朋友都不跟人家讲话，都不会叫人，放不开那种。对，是的，害羞害羞的，跨久然后可能就是刚开台的时候，然后声音会有点发抖啊，什么之类的。搞得好像我才是被绑架的。好的，所以啊，我太快了吗？我看，天哪，好难哦！对啊，这是什么啊 The Queen，大坤，马上个，我想要投给一个拉提示咱们这就来了吗？答对了，太快了吧，教练？小莲讲的那个拉萨，是的，就是教练讲那个拉萨。就是那个刚女孩子的前面的哦，真的出现了。不过就我所知道，拉萨就是其实跟拉萨是一样，所有脏的东西不是不干净的东西，对，不干净的不干净的东西。对。老一辈会喜欢说女生的经期就是不干净这样。这个我倒是没听过，可能因为我不是女生，所以不会有人这样对我说，所以我对。会耶，就开歌或是不准拜拜都有啊，不能拿香。对。不过感觉都这样，那应该可以留在老一辈就好。现在没在管了啦。对啊，现在应该可以不用。快别人帮忙折金纸了，还管那么多。你这样说好像也没错，这样说好像也没错。那个金子都直接整叠整叠，是那个橡皮筋都没拆，直接整叠整叠进去了，还在那边管。我都直接这样像那个弹那个赌神那个牌这样，然后直接射进去。那很快，就反折的补，然后用进去这样整叠呀。你们也太擅长了吧？为什么那么擅长啊？你的休闲娱乐就是烧金纸吗？你想一下那个祖先到时候去提款机的时候，那个钱用喷的。想想就很开心呢。因为以前都很喜欢那个大庙有没有？然后都拿一叠，然后他们都很喜欢自嗨，然后放进去说：“你看，嘿小咖做欢喜，嘿周生小咖做欢喜，就是那个对流有没有？”他们还喜欢发炉了。就是会吸进去那个金炉里面，然后把那个金子放在那边，然后因为那个金子会对流，它就会吸进去，然后说神机这样。对，就是那个真空抽取没有真空。就一个小咖做欢喜耶，然后我就说太好了，不用折金子这样，他们会玩得很开心。确实很方便，自动点钞嘛。对，那就我所知，拉萨跟拉萨好像就基本上真的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词。如何多年？没错。长知识。没错，我们还是有学到一点东西啦，大概。有啦。来题吧。对。天哪，我的电脑好慢哦。好，太好了。哇，太多字了吧？来吧，请作答。这叫做下西下井。你可以造个句吗？你今嘛吼，你今嘛伫台顶伫烫口，真正下西下井。我无。你不懂，但感觉好像有点强。老师，有人在台上脱裤子。我咧伫遐无穿裤。头拄都有人叫我爱烫口罩，不好笑，好烂。烫口罩。超级老笑话。完了。台语还是烂笑话了。一样。对不起。
是人的问题，不是语言的问题。人笑车话世界祸社就是这样，傲气亏，假霸杀量也是一样。假霸杀量是好棒哦，霸杀量，不要这是一系列这的啊那个阿贝特哇阿贝利亚假霸杀。好，对，是的，下戏下井就是那叫什么来着？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哦，对对对，也可以说下戏井。哦我直接把第二个那个拿掉，下戏下井。嗯，也是有人这样说。嗯，是的。哦，好，谢氏谢钟，没错。谢氏谢仲，真的很谢氏谢钟哎，听起来很酷。谢氏对啊谢仲，对啊，如果他用中文讲，字用的帅很棒哎，好啊，我觉得谢氏谢钟。大家平常就是喜欢。想要骂人有一点变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用。我们可以制造新流行谢。仲，对，谢是谢钟的。那我们要进入下一页，不是下一页，下一题啦。啊呜，好，咦，哎，为什么我都中这种这个三个荧幕的差别吗？可能因为我题目也没有准备多少很文艺的啦，应该是我的问题。哦，请问这两个字怎么念呢？你跟我，过去外口找别的查某，你这个笨手！没错，分手，这个刚才是分手了吗？答对了，就是笨蛇。哦，没错，他只是用那个米田共哎，哇塞，笨蛇。对啊，对啊，感觉好脏啊！台语的笨蛇是真的蛮脏的，包含米田共。哦，米田共。哦，原来如此，推荐给想骂人的朋友。混上，对，为什么配的那么有感情啊？你平常休闲娱乐是帮8点档配音吗？这都在看8点档，但是蛮好看的。嗯，好看，还是我们下次不要绑架好了啦，下次就来绑架来演8点哦，没有绑架，下次就来演8点。你刚说不要绑架，然后唉，对啊，哎，又开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要给通告费哦。我觉得我等一下会先收到很多授权费发票，还是不要一直乱唱歌。对啊，清唱黄标咯。完蛋了，有那么好听啊？真的假的？嗯，听起来很敷衍，我们还是下一题吧。那个感觉完全不想讲。哎呀，我一代对，我们在专心看题目。我虽然看了，我还是不会，我继续看着放。我老师，我要猜，请猜，请猜。瓦杯，答对了。哇，拔杯哦，不是指哦，拔北有拔北边读边没拔北边读是在中间的。打日吗？拔北，哦，拔北是三麻，有人说今天其实是角联骂倒台，好像不能说你错。对，真的呢好像是喂脚也不真的不止那个云之县的那个，你有统编吗？不要，我今天到底要收多少发票啊？口边。天哪，是的，不会是这两个字刷票。天哪，刷票不是话都不会讲，不要传票跟发说都票不会画了。对说都不会画嘞。请问传票跟发票是都会来是吗？ buy one and get one free。不对耶，不是这样哎，没有 free 耶。好，是的，好，对，拔杯就是这样，谢谢。哇，拔掉也是这个拔，对吗？这个瓜哦，哇对啊快叫，拔拍掉也，哎，拔拍掉是炸赌嘛？你买吧。哦是哦，对，原来是这样。拔拍掉是炸赌，不是赌不好的。那有寡后调吗？可能就是不炸赌吧。不要炸赌，这是普通的拔掉，对，普通的拔掉，嘛无多好啦就，是单纯嘛无多好拔，掉都不好啊，都拔掉。还拔喝掉。但是我觉得拔喝掉听起来很像赌神那种赌慈善赌博大会那种啊，吗那可以耶，慈善的可以耶，我觉得慈善的可以瑞耶，士的2000万的银行本票那种。好像慈善赌博大会算好吗？有做好事，合法并且有做公益，好，应该可以算。好的，合法并且有做公益，合公海上面法并且有做公益，那跟运彩和健康券不是差不多？你别讲出来啊！对，还是他还是有做好事。
有啦，有做好事，有做好事啦！刚刚很紧张，想说会直接讲出来不鼓励讲出来了不，可以，不可以危。险危险危险！不行哎、这才是合法的啊！是对啦，对啦，，抽烟也是赌博不好，你看高进赌一赌，他女朋友都不见了，我今天到底要收多少？对啊，赌神的主角。哦，好，我们前进下一题吧。好哦，这什么啊？哇，哎，请作答，你肯定可以的。你肯定可以，呛虾吗？没错，就是呛虾。哇我刚才说你用唱的，醋虾，秋虾，唱醋虾，秋醋虾虾，，唱卡大声这样子。呛虾，呛虾，哦，醋它大虾的啦。安尼哦，不过其实呛虾，虽然就是唱歌也是这个，也是汉字，也是这个字啦。对对对，哦，哦，但这个词应该出现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念呛虾，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那个意思，没有错，呛虾。然后你搞我抢，对你跟他抢，啊，我得跟你抢。对，抢的所以不是呛是唱的，哦，对对，不是那个呛到的呛。好，对啊，这题唱声看起来又很和蔼，很像说唱声你干嘛撞到我呢？对不起，要我撞到你，这样感觉。要用和迪士声尼的感觉，你为何？对，迪士尼的感觉。为何我是安怎要甲我弄？嗯，是安怎？你佚佗倒位，我佚佗迪士尼，安尼。好赞哦！好，太棒了！了！我们下次除了那个8点档，还可以演音乐剧了吗？太棒了！台语音乐剧，啊，看起来啊，台语音乐剧我一直好想要有哦，台语音乐剧，感觉超赞的，《冰雪奇缘》。感觉会收到好一题，会被告会被告，是啊，你开门啊！嗯，那是另一首哈密瓜不？没有这怕吧？哈密瓜台语是什么啊？哦，哈密瓜梅弄啊，啊，梅弄哦，只是梅弄这种话。听到比较多是讲梅弄，没加梅弄。嗯，对，然后除了梅弄，也有人说我是哈密哈芒阿龟，哦，芒看它啊，外面有一网个状的芒啊，关系对，没错，哦，因为讲错变帮阿龟嘞。就变成切开有很多文字的网子乌龟，网子乌帮阿龟，龟，芒阿龟，感觉很多文字巴拉很不圭妙。不对，那是人家的国家，不要这巴样。拉圭，你要不要巴拉圭？不行了啦。感觉就是会把马尔济斯讲成可尔必斯的那种状况哎。哦，嗯，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题啦。哇，这么快！没错，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呢。没有早餐了，好吗？好哦，哎，好哦。啊，我知道中文，这不是中文吗？但是它可以是台语哦。我错，我错，我错，我喂，我错，我个人错呢，了，觉得这是最难的一题。只能说我错了。你认输了，错，我错，完，主in 北京，我不知道，我现在心情分外轻松。对，什么意思？对轻松了，拉远了，因为他拉远分数很那个啊，好有余裕。 20分，这题是不是20有点想分啊上厕所？还是你先去一下？哎，可以吗？我真的超想上厕所，那你先去。厕所哎，就想上厕所。你刚刚也回答了很多我可以去尿，尿吗？虽然本来没有这个服务，但好啦，开放一下备用厕所。厕所，我在这边猜一下。好，你猜，我有厕所借我过。猜哈，我这边跟这个嫌犯周旋一下，看他那个绑票的金额会不会降低一点？至少这呢，什么乌处？那是欧筹，我操！不是哦。去的，我去，开始有很多人说很难了，是吗？确实很难。我去，我错，我
喙齿，哦，因为有2个齿吗？对，喙齿，我做喙皮，喙角，喙泡，脆破不是脆角砖破吗？角转泡，对，喙。屋子、房子都叫什么？房子都叫厝，耶，我回来了。然后脚是咖，厝咖，醋咖，猪醋咖是租客吗？我厝咖房客，我厝咖，我错，弯高。好，我必须说这一题真的是讲出答案，大家都会想说怎么会是这2个字？然后大家平常其实都蛮常用到的，但是真的大家到这2个字，没看过的话就不会知道是这2个字哦，非常困哇，难。这么厉害的字。安拜，是的，好 ，Hi back，I'm 灰记，没有答案了吗？他说还没讲，还没有人有头绪。有什么方向性吗？有比较什么方向？有什么提示？对啊，提示是什么类？日常用品还是五金用品，还是一种心情哦，心情哦，心情。泰哥，欢喜，悲伤，北宋，算北宋吗？确实没有很宋。噗噗，还有什么靠？那也是一种心情，没有错啦。我们正在把各种心情念念看啊。逼凶，天哪逼凶。有人说你们现在的心情就是这个。欢喜，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卡班班欢喜。是这个吗？哦，来，请风梨作答。怀疑哦，啊，不是哦，啊，不是哦，怀疑，我怀疑你今嘛心情，怀疑，心情还有什么？我们现在心情哦，很开心，很开心，被绑架很开心吗开？心吗？有奶茶可以喝啊。没有，啊，扎等喝啊，扎等要青菜柚，扎的也是一种心情吗？扎等是一个好吃的蛋饼，怎么念呢？蛋饼，饼，这边讲冷饼哦，冷饼哦，那冷饼。啊，不是，我乱讲的。现在能变还是一种心情了，是不是？佛跳墙。畏所，不是我北宋，我做想想看，是一种心情哦。是的，不，饿了，我现在的心情，我心麦心情，我今嘛心情，我现在的心情，心卡贝贝。我发现你们好像可以飞，好像都没有这种心情。我想是我的问题，好像也还好。音丢，恐怖，我来想还是想哦。什么？欢喜，好，请风梨作答。家乡，叫什么？不对，家乡，完蛋了，是我没有的，难怪猜不到啊！你们现在太悠然自得了。太悠然自得，我们已经在等早餐了。对，如啊，果悠然自得。那这个嘞？悠然自得对不起，我又按一次，对不起。没关系啊，这是你的权益。音丢，答错了。还有什么啊？我现在还有什么情绪？完蛋了，我失去了那个情绪了。我知道，如果你委托了，这样应该不会骂到人。如果因为他很龌龊嘛，应该很拍心。你小心，我小心，没有啦，完全没有在针对谁。我想一下哦，如果你委托陈火蛇帮你做台语歌词填词，然后过了半年都没有交稿的话，你可能会有这种心情。归懒趴会，好像没有那么气。天哪，我举例的非常不好呢。这个吗？长出来了，气到长出来。气到啊，我想想看，会觉得很。OK， 刚才也猜过啦。好吧，我要给明显的提示了，他可能有点轻微的烦躁。
照，照比没有给出，轻微的烦躁。轻微是的伟的烦躁的，烦躁，赞对，但是有人要按铃吗？好，请作答。赞哎，好像被 Discord 吃掉了，可以再一次吗？赞，没错，就是阿扎。哇哦！想不到赞哦，吧？很阿赞，可是这差赞好多哦。对啊对啊我，会想念龌龊，没错，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一题。我觉得这是我所想得好有趣到最困难的。没错，讲哦，谢谢大家。阿赞阿扎阿扎扎，阿阿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可以惩罚最后一名了。哇，都差超多的耶。惩罚是什么？没关系？惩罚是什么？好想知道、佛跳墙，没有佛跳有墙，很多洛丽，那哦，加青椒，加入了致死量的芋头的佛跳墙，不行，太过分了吧？我可以挑掉它吗？当然是不可以啊可，以挑掉吧？不行，那个芋头已经完整的融进去了，不行那个佛跳墙就是糊的了。芋头汤啊，那你怎么不直接给他一碗农药啊？不是直接给我芋头汤啊？好，那我芋们就头甜汤好坏啊，西米露，加椰奶，好香啊！要素有点多哎，这简直是黑暗火锅吧？要求很多餐可是里厅。面有栗子跟鸡腿，不行，完全不行啊！西米露跟鸡腿，是还有干贝、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鱼翅跟干贝？为什还有么竹？升，香菇，为什么要这样？还有鸟蛋，对，还有臭巧克力鸟蛋，超怪炸的过的鸟蛋，猪脚好，再这样讲真的会有点想吃宵夜，我们还是来执行我们的惩罚吧。哦，为了菜鸡准备了还有特别的转盘惩罚，这是我们的惩罚转盘。有微积分题目是什么意思？用国语都不会解，还用台语解，不是，我完全没有听过微积分了。这可以解。是的，身为一个性格扭曲的主持人，准备一些做不到的惩罚也是合情合理的吧？就如同我做不到帮大家买早餐，到底会是什么呢？对啊，如果转到微积分我也不会怎么办？哦，好像到了哦。哦，还有3点呢，哦，耶，地宫3点怎么念？露出了一个局外人的笑容，哈哈哈。太好了，蔡吉，你准备好了吗？可可是吗？可是丁公3点是什么啊？就是那个，因为我不会念，所以我是还要先念一遍。这对我来说完全不是惩罚，当然是没有问题。还是火蛇先念一遍。哦，原来你这么享受丁公3点哦。这样问我很难回答哎。不是啊，能讲台语我都会很开心啊。所以哎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台语版怎么念呢？八嘎，hentai，是这个。是的，是的，是这个。鲁鲁赛，我们跟连抵扣连，我以为是那个你要先吃饭还是先洗澡啊的那个。啊，那个是新婚三问。哦，新婚3问就是婚前检查做了没，婚前的那个财产公证做了没，要升级，然后还有两边的家人都沟通过了没？婚前协议签了没？原来是真正的新婚三问。哇，好硬哦，硬天的。哪，这就是财产大人的世界写了没？婚前协议写了没？升几个啊？房信子买用检的没？查了没？太大人了。房子放谁的名下？天哪！要买车吗？财产公证了没？好，信用检查。刚说到什么？刚刚说到丁公3点哦，巴卡的话，我觉得很直接就可以说北七啊，北七就是一个骂对方笨嘛。然后变态的话，我觉得好像可以说变态，但是如果你觉得变态太像日语词的话，也好像也可以说。还好吧，的哥比较好记吧。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听起来比较不可爱。那你要选可爱吗？你可以很可爱的说不是贵呀。也可以啊。菜鸡要不要很可爱的说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好，太好了，大家赚到了。大家赚到了。那吵死了，我觉得有很多种
我觉得可以说差喜啊，或是卖差啦，或是卖点靠腰啦。巴西人，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凶的是，写靠北你也蛮凶的。那些靠北你靠北你哦。如果你要这么凶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加一个你很棒哎，有那个可以靠。靠北你。我在写国字。在做笔记，好认真。没有，我真的不会念啊。北七不输贵，喜嘞靠北你这样是吗？你准备好了？你可以进入那个情绪吗？要可爱是不是？努力都可以啊，感觉你平常都没在骂人呢，训练一下。对啊，不输贵吗？是这样念吗？好的。对，就是不输贵。好，来吧。来了。北七不输贵，喜嘞靠北你。耶！大家赚到了。有那个消音调了吗？有一点，但那也是没办法。还是要用低音的北七不出贵接靠北你。如果你愿意发福利的话，你可以再一次。哦，慢一点好了。北七不出贵，喜嘞靠北你。哦，好像有撒娇的感觉哦。要很凶是不是？哦，没有，也没有一定要，没有一定要，都可以。原来是这样。是的。都会有人喜欢的。好，讲完了。讲完了，耶！耶！死吧！太好了。他们没有念，你们要不要念？哎，把人拖下水。不是只有你要被处罚吗？啊，只有我要被处罚吗？对吧？其他人我是处罚，其他人是奖励啊，没有了。念这个我宁愿算微积分好了。你要算微积分，好。我不要。好，那好，既然为什么没有蓝蓝的天，绿绿的绿？然后我们走了，罚都罚了，然后我们成功出门了，就他把我们放走了，放出去吧，耶，太好了！天线宝宝，天线宝宝，天线宝宝的台语要怎么讲？天昂呀，天爽呀，好像可以耶。包昂一样哦，昂一样是小孩吗？对啊，是小孩啊。昂尼亚，这听起来很像那个吃的昂尼亚哎。我先试着回到现场，请等我一下。那最后想要问大家，对我回来了。有手小。对啊，怎么会这样啊？因为我离你们遥远啊。你为什么死跟着教练？哥哥顶哥，对不起，对不起，不要烧我，不要把我送避难所，不要。教练，为什么？为什么？船票一张一张咧加，太多张。哎，到底是怎样啊？到底是怎样啊？好笑哦。为什么？而且我甚至不会动哎，为什么啊？好，我发现我这边的传统就是每次都会黏到来宾，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我的没事，面部死掉了，为什么啊？好，那么大家对我现在是面瘫系帅哥啦。好啦，对啊，好啦，好啦，哇，真是太棒了呢！太棒了，哇，今天真好玩，太好了，面瘫系的公今天真不错。好，我回来了，我的脸恢复功能了。啊，原来只是我电脑跑不动而已啊，那没事了。好，那最后趁我的电脑还活着，我们来宣传一下最近想宣传的事吧。那我们请最左边的风梨来宣传一下吧。好，大家好，我是砂糖风梨。然后这礼拜五的5月1号晚上10点会有2.0西装的初配信，那到时候会跟现在差蛮多的，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谢谢各位，谢谢火蛇哥邀请，谢谢教练哥菜鸡一起玩，谢谢你们。这是我的荣幸，对，谢谢。我看到火蛇的头不见了，回来了，回来了。对呀，是脑烧坏。对，第一次绑架，非常紧张。好，
那大家好，我是菜鸡，今天很开心。其实就是没有故意装笨，是真的不会。怎么这样？比想象中的不知道，就比想象中的好多东西其实想不到答案，但蛮好玩的。谢谢火蛇邀请，然后凤梨跟贾莲都超厉害。然后礼拜四晚上8点半我会唱歌，可能会练一下刚学会的台语歌，刚好有台语，大家可以来听，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哇，必寻可以学那个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必寻，太好了！对嘎必寻，必寻，我的爱歌，必寻，结果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哇！好的，下一位，好。那请小莲宣传一下最近有什么活动吧。大家记得订阅宝箱怪火蛇的频道和我的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云极限工作室的教练。平常礼拜二晚间11点，礼拜五双周会开一次，礼拜二晚上11点，礼拜六晚上8点会开歌会。谢谢大家。唱歌超好听，这2个唱歌超好听。是的，请大家都一定要去听。好厉害，好听，没错。好，那我最近呢要宣传什么呢？我想一下，我最近都在干嘛？我最近跑去上班了，所以我的直播变少了，对，所以偶尔会断片。那没关系，我之后还会有很多影片方面的更新，就是我做很多跟台语相关的短影片，所以如果有喜欢台语相关的内容的话，就是可以多看我的短影片哦。然后大概之后顺利的话，可能每个月会有大约1次，或是厉害一点就2次这一类的把人绑架，不是又绑架，把人邀请来一起做台语相关的活动。答对了，是这样没错。好，那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3位主播，就是接受我的邀请，然后来这边陪我玩，对，然后也感谢大家包容我初次绑架非常紧张的，发现大家的台语都很厉害，绑得很好，是不是？很舒适。食物等一下拿给我们就好了。挂包，挂包，好。对，有人说大家都讲台语都好好听，我也觉得，真希望各位主播平常可以有更多机会讲台语，看是要骂观众还是怎么样，我都非常我又打嗝了，对不起，非常期待。这样你说有太多新的可以骂观众的词了。真的耶，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准备了很多骂人很好用的词。真的耶。好，那就先不耽误就先不耽误各位主播的时间，把人家关这么久，就放大家回去吧。那我们就有机会下次再见喽。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耶！拜拜拜拜，再见，再会。然后刚刚因为是那个多人联动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及时感谢到大家的抖内。是的，那我现在来念一下今天有抖内的朋友们。对，首先感谢老宅男常大叔赞助了30元，终于有难度了。没错，题目是会越来越难的，也是非常合理。对，然后感谢一头流不起来的75块。是的，宝箱怪的内层有黏液合理。对不起，我都乱把人黏过来被我绑架。对，然后也感谢阿玲已经成为4个月大的子鱼了，太好了。好，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下次再见啦，大家再会。